大家好，歡迎收聽木木木木，我係林良。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枷鎖呢一本書啊。枷鎖個枷係家庭個家，佢嘅副標題係華人家庭這個巨獸。咁到底華人家庭係點樣鎖住作者呢？呢一本係一本非虛構作品嚟嘅，咁就回溯咗作者30幾年以嚟嘅家庭史。作者譚慧雲，佢係香港嘅資深記者、新聞系高級講師，長期關注弱勢同埋社會議題。喺2019年新一波嘅移民潮底下，當人人都想移民離開香港去加拿大、英國、台灣生活嘅時候，作者譚慧雲喺 Facebook 嗰度查詢一啲關於回流嘅事，例如物流啦、疫情之下嘅隔離安排。結果佢俾人鬧到狗血淋頭啊！偏偏佢帶住一家三口喺嗰陣時由加拿大逆流翻返嚟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呢一切都要由30年前開始講起。作者出生喺一個香港中產小康家庭，一家4口，爸爸媽媽都係公務員嚟嘅。喺嗰個年代，80、90年代嘅公務員可以話係人生勝利組。終身鐵飯碗，退休之後仲可以拎長俸，福利優厚。同而家嘅公務員相比，可以話係兩個世界。而家嘅公務員好多福利都冇咗，仲要追 KPI 添。爸爸媽媽之外，佢仲有一個哥哥。哥哥係典型嘅優等生，性格文靜，專注讀書。喺中學會考嗰陣攞到6A 嘅成績。喺嗰個年代，香港得2間大學。一間就係香港大學，另一間就係中文大學。哥哥因為成績好，所以俾暫取生計劃取錄，直接跳過高考，喺中六嘅時候提早1年畢業，直接入 U。就係咁樣，哥哥就以狀元嘅身份入咗香港中文大學嘅工程系。喺嗰個基建四起嘅年代，工程系係神科之中嘅神科。哥哥當時可以話係天之驕子，前途一片光明。但係問題就喺呢度開始。喺去到大學之後，哥哥性情突然大變，冇動力返學，仲經常同父母嘈交。之後更加出現焦慮、強迫症等等嘅症狀，例如不停洗手、沖涼、檢查門窗。去到1994年，即係香港回歸中國前3年。父母選擇提早退休，帶住全家移民去加拿大嘅多倫多。佢哋住喺多倫多東北郊區一間2層連地庫嘅獨立屋，大概就係依家 Markham 嗰邊啦。喺嗰個年代，嗰區啱啱發展，的而且確可以叫佢做郊區，但係而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配套好健全、好成熟嘅社區，係華人嘅主要聚居地。就咁睇嚟，佢哋過住香港人想像嘅 Canadian Dream 生活，住大屋、揸車，周圍環境清靜，享受自然。而子女亦都接受西方教育，前途光明。爸爸繼續做一家之主，媽媽就做家庭主婦，打理家務。而作者就入咗多倫多大學修讀電影，一切睇嚟，佢哋都過得好光鮮。但係其實暴風雨已經開始醖釀。哥哥喺香港嘅時候應有精神狀況啦，喺移咗民之後，更加因為語言嘅隔閡、文化衝擊同埋求醫中斷，病情逐漸惡化，長年困咗喺房間入邊與世隔絕。而喺呢一個家庭入邊，精神病成為咗一個禁忌。作者當時根本唔知道發生乜嘢事。而爸爸更加係下達封口令，唔可以提。呢個家庭就好似一個計時炸彈，一直冇爆，只係因為時候未到。作者喺多倫多大學畢業之後，就返咗香港讀碩士，讀完之後更加留低咗喺記者行業嗰度發展。咁佢身處異地，其實都好少干涉喺加拿大嗰邊嘅事啦。咁喺佢同爸爸嘅溝通上面，亦都好少提到哥哥嘅情況。直到 Covid 疫情，父母親年紀漸長，逐漸出現各種嘅毛病，
爸爸因為年老出現腦痙攣，之後更加曾經中風，影響自理能力。媽媽就患上咗腦退化症，性格偏執，情緒不穩，甚至會出現一啲偏離事實嘅信念。哥哥就一直都困喺大屋入邊，長年孤立，幾十年都冇接受過治療。就係咁嘅情況之下，作者決定要返去加拿大。喺呢個咁 dysfunctional 嘅家庭入邊，作者作為呢一間大屋入邊唯一一個健全嘅人，一步一步去拆除呢一個炸彈，帶領住佢哋回流返香港。從來移民或者回流都只係轉變一個居住嘅地方，問題並唔會因為地方嘅改變而自動消失。屋企人返咗去香港之後，佢唔單止要解決兩老嘅照顧問題，更加要安排哥哥去接受適當嘅治療。而作者要面對嘅唔止係年老同埋疾病，更加要面對一個累積咗幾十年、充滿住壓迫嘅家庭結構。重建呢個家可以話係困難重重。書本嘅介紹就去到呢一度啦。副標題用巨獸嚟形容華人家庭，其實係好合適、好貼切嘅，因為佢係一個好龐大、好複雜又好難輕易撼動嘅系統嚟嘅。我哋大部分人都喺呢隻巨獸入邊長大啦，可能習以為常，甚至從來冇諗過去質疑佢。跟住落嚟，我就想嘗試根據書本內容剖析一下華人家庭入邊到底有啲乜嘢元素。喺華人家庭入邊，父權體系同埋性別定型可以話係最根深蒂固嘅核心元素。我哋可以由最細微嘅日常習慣開始講起。你又有冇試過屋企有人覺得某一隻顏色係女仔先用得呢？書入邊就提到作者嘅父母到咗80幾歲，仍然深信紅色係女性專用，藍色先配得上男仔。甚至父親係連買餸車都覺得係師奶專屬，男人用就好丟臉。聽落好似係老一輩嘅舊觀念，係咪？但係呢啲微細嘅習慣，其實不斷喺日常生活入邊強化緊男女之間嘅角色界線，潛移默化咁樣框定咗男女嘅形象。而更加深層次嘅係男主外女主內嘅分工預設，父親就負責大事，掌握家庭嘅經濟同埋社會嘅話語權，母親就負責煮飯、家務一啲日常運作嘅嘢。書入邊都有個細節令我印象好深刻啊！作者嘅父親成日會潤佢阿媽啦，佢對世界大事一無所知，就係知道廚房入邊嘅嘢。咁喺呢一句説話嘅背後，其實係對女性能力一種根深蒂固嘅輕視，一種男性支配嘅預設。好多女性就喺呢一種文化氛圍入邊，逐漸內化成為小女人嘅角色。唔係因為佢哋本身係咁樣，而係佢哋從來冇被鼓勵去做另一個選擇。佢哋比較少參與家庭嘅重大決策。喺一啲家庭入邊，佢哋更加係冇權參與，令到家庭權力出現不平衡。好多時候更加會形成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嘅默契，令到呢一種父權制度默默咁樣延續落去。但係我要補充一點，父權文化唔止淨係傷害女性，對男性嚟講，佢同樣都係一種隱性嘅束縛。例如期望男性要事業成功、做事果斷、要維持家族面子、唔可以示弱等等，呢一啲都形成咗一條無形嘅鎖鏈，扣喺每一個男性身上。總括而言，父權體系同埋性別定型，往往喺以日常習慣同埋價值觀嘅形式，喺華人家庭入邊一代一代咁樣延續落去。佢哋睇起上嚟理所當然，但係深刻咁樣影響住家庭嘅權力結構，同埋每一個角色嘅定位。當性別角色被視為天經地義，家庭成員就越難跳出既定嘅框架，
更加難去建立一種平等而開放嘅家庭對話空間。無論對男定係對女，呢一種處境都唔係一件好事。跟住落嚟要講嘅第二個元素就係儒家思想。儒家文化長期為華人家庭倫理提供咗一個重要嘅框架，其中孝順被視為最核心嘅道德價值之一。儒家所講嘅孝，原意係對父母嘅奉養同埋照顧，但係喺現實社會實踐入邊，孝往往同順呢個字結合埋一齊，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強調服從、聽從長輩意志嘅道德要求。同一時間，儒家亦都好重視階級同埋秩序，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埋長幼有序呢啲咁嘅觀念，強調每個人喺社會同埋家庭入邊都有一個固定嘅角色。呢啲文化觀念喺長期嘅家庭教育同埋社會氛圍入邊，不自覺咁樣被內化，成為人哋理解親子關係同埋權威結構嘅基礎。然而，當孝順被過度理解成為無條件嘅服從，階序關係亦都可能被轉化成為近乎絕對嘅權威，從而扭曲咗家庭入邊嘅權力關係。書入邊有一個例子，我覺得好有代表性。作者嘅父親喺中風之後，佢基於安全考慮，唔肯坐爸爸揸嘅車，寧願自己去搭公共交通工具。但係爸爸就立即將呢一個行為理解為對自己嘅不敬，甚至好嬲咁樣質問作者係唔係要反佢。原本係理性嘅關懷同埋安全考量，但係就喺呢個華人文化嘅框架之下，被解讀成為對權威嘅挑戰。當文化傳統被扭曲為要求順從嘅工具嘅時候，子女所面對嘅唔單止係家庭嘅期望，更加係一套難以質疑嘅道德秩序。只要被扣上不孝嘅帽子，原本可以透過溝通化解嘅分歧，就會逐漸轉化成為更加深層次嘅代際隔閡。跟住落嚟就要講第三點，華人家庭強調集體主義，好重視群體嘅利益同埋和諧，同時價值觀又好保守，傾向遵從傳統嘅規範。呢兩樣嘢並唔係獨立存在嘅，當佢哋兩個互相加強，集體主義叫你服從群體，而保守文化就規定咗呢個群體所奉行嘅傳統規範。兩者加埋就形成咗一種難以撼動嘅力量，傳統規範就會變成唔可以質疑嘅集體意志。而最常見嘅體現就係大家都係一家人呢一句說話，打住呢個旗幟，長輩嘅個人意願就被包裝成為全家嘅共識。如果你唔聽從，就唔只係你一個人意見不合，而係背叛咗整個家庭、整個傳統。而家醜不外傳就係呢兩種力量同時運作嘅極端例子。喺書入面，喺嗰個年代，大家對精神病嘅認識都唔多，父親就視哥哥嘅精神病為家醜，將佢困喺屋入邊，拒絕主動尋求治療，更加對屋企人下達封口令，最終令病情惡化。喺缺乏反思嘅情況之下，呢一種集體主義同埋保守文化就會共同演變成為一個抑壓個體聲音嘅文化框架。當家庭或者群體嘅和諧被凌駕於個人嘅需要之上，個人嘅感受同埋困境就往往會被忽視，甚至被要求沉默。久而久之，維持表面秩序就取代咗真正解決問題。
最後家庭同埋社會都更加難正視自己內部嘅矛盾同埋需要。最後要講嘅一點就係華人家庭對於向上流動嘅執着。喺嗰個年代，向上流動嘅方法就係讀書，而讀書改變命運並唔係一句口號，而係上一代人親身走過嘅一條道路。書入邊，作者嘅父親細個嘅時候住喺新界，為咗趕上港島名校上堂嘅時間，每日天都未光就起身，因為載客列車就未開出啦，佢要搭運貨嘅火車，然之後轉輪船過海，再轉巴士，咁先可以趕得切去上堂。呢一種堅持換嚟嘅係佢日後喺天文台穩定嘅政府職位。正正因為上一代有過呢一啲親身嘅經歷，讀書就自然成為咗下一代應該複製嘅人生藍圖。於是喺唔少嘅家庭入邊，子女嘅人生都被壓縮成為一條公式：努力讀書，入大學，然後成為專業人士。喺書入邊，哥哥嘅興趣係文科，但係基於家人期望，佢最後選擇入讀工程系。而哥哥嘅前老師更加形容父親係一個獨裁者，而妹妹想參加女童軍，都要同屋企人據理力爭，先至有機會參加。喺華人家庭入邊，成功嘅定義相對單一，個人嘅志向、性格同埋興趣都較少被視作決定人生方向嘅重要因素。正正係因為咁樣，當子女嘗試追求唔同嘅方向，往往容易同父母嘅期望產生張力。呢一種張力其實反映咗喺兩個世代之間價值觀嘅差異嗰度。一方面相信穩定同埋向上流動嘅重要性，而另一方則係逐漸重視個人選擇同埋自我實現，最終令呢一種為你好變成彼此之間嘅矛盾來源。總括而言，華人家庭嘅運作往往建立喺好多重文化結構之上，呢一啲嘅元素喺特定嘅歷史同社會背景之下，係曾經發揮住穩定家庭同埋促進上流嘅作用。但係當佢哋喺缺乏反思嘅情況之下被延續嗰陣，就可能會逐漸演變成為抑壓溝通嘅結構，形成難以逃脫嘅枷鎖。而下一步嘅問題，我哋身處喺咁樣嘅原生家庭之下，要點樣重新思考，點樣令到家庭有一個更加健康嘅互動方式？作者就用咗佢嘅親身經驗嚟到回應，而當中重中之重就係做到課題抽離呢一樣嘢啦。書入邊冇將任何一位家庭成員塑造成為一個壞人，而係指出無知、羞恥感同埋沉默共同構成咗鎖住每一個人嘅枷鎖。而作者亦都嘗試理解父母點樣俾時代價值所塑造，佢哋並唔係出於惡意嘅加害者，而係喺呢個父權系統同埋傳統規訓之下，成為咗既係愛孩子，同時又可能會傷害到佢哋嘅人。作者強調，要怪責嘅係壞系統，而唔係壞人。作者亦都提出咗幾點。喺個人層面，作者強調要允許自己唔再扮演既定嘅家庭角色，例如孝女、入得廚房嘅好太太，或者家庭入邊嘅大哥，而係先返去自身思考我嘅需要喺邊一度，並且承認自己嘅能力同埋責任嘅界線，先照顧好自己，之後先照顧他人。
喺家庭嘅層面，則係需要逐步打破沉默嘅角色慣性，要抽離怪責別人嘅情緒，理性咁樣講出埋藏喺家庭入邊嘅問題，同時建立清晰嘅界線。例如，作者選擇說服父親回流返香港，婉轉咁樣指出喺屋企咁樣嘅健康情況，根本冇人可以安全駕駛，好難喺加拿大嘅郊區維持到日常生活。返到香港之後，佢更加係揾咗各方面嘅專業人士協助，重新分配照顧同埋情緒嘅責任，唔再由自己一個人全部默默咁樣承擔。而喺更加宏觀嘅社會層面，作者亦都呼籲移風易俗，唯有透過對家庭文化同埋社會價值嘅持續反思，打破羞恥同埋沉默嘅循環，華人家庭先至有可能逐漸改變嗰啲長久以嚟理所當然嘅傳統規範。分享完《枷鎖》呢本書嘅內容之後，最後我都想補充一啲個人嘅感想。呢本書其實觸及到嘅議題係非常廣泛，包括咗教育、精神病污名化、醫療制度同埋回流移民等等嘅經驗。作者用咗第一身嘅視角，記錄咗兩代人喺唔同時代之下嘅生活，喺港英年代嘅香港，到成為第一代移民到加拿大嘅香港人，再到後來嘅回流。呢個唔只係家庭故事，亦都係一段時代嘅側寫，具有相當嘅歷史同埋社會價值。而令人印象最深刻嘅係，作者選擇公開書寫自己嘅家庭史，揭開自己最私密嘅傷口，由個人嘅回憶同埋經驗延伸到去更加廣闊嘅公共討論。我相信寫得呢一本書係需要相當大嘅勇氣。書入邊嘗試解釋華人家庭嘅結構同埋問題，但係同時我哋亦都要睇到社會一直喺度改變，家庭觀念同時都係不停喺度演化緊。作為90後啦，我讀呢本書嘅時候都覺得佢觀察得相當貼切。不過對比起作者嘅成長環境，我覺得依家已經係相對放任、開放好多，同時亦都多咗好多嘅選擇空間。如果大家有興趣理解華人家庭入面一啲比較深層次嘅文化結構，我都幾推薦大家睇《枷鎖》呢一本書。佢唔只係一個家庭故事，其實都係一種對時代、文化同埋家庭關係嘅反思。如果聽到呢度，你都有啲共鳴，或者有自己嘅家庭故事，都可以慢慢諗下，我哋可以點樣喺理解過去嘅同時，嘗試去建立一種更加健康嘅相處方式，打開大家嘅枷鎖。其實好多問題都係由溝通開始。我對自己一個幾重要嘅提醒係，唔好喺不知不覺當中又變成另一個加害者。好啦，今集嘅內容就去到呢一度啦。感謝你收聽木木木木，我係林良，我哋下次再傾，拜拜。